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1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7篇，这个出埃及记32章的15节到35节，犹大书17到25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滚耍笑来看信仰这个滚耍笑的态度啦吼。滚耍笑的人，其实我毋知影，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即种的经验无啦吼。无输迄阵伫读高中的时阵，伫咧中昼吼，因为我读基督教的高中，这个中昼阮着食饭的时阵，着祈祷祈祷煞吼，便当着无去吼。嘛有人用迄个踢笑的方式，甲你扇一个喙皮。当你看伊足受气的时，就足欢喜的，佮讲吼，恁圣经毋是讲你着要活过来，我佮扇你一爿嘛吼。有人对基督徒安尼讲吼，恁的上帝吼，叫你的上帝使我食，使我用啦吼，佮使我欠钱佮毋免还啦吼。其实即种的情形，毋是迄期的代志，嘛毋是讲过去的时代吼。现代有伫犹大书的时阵，也有记载，又有言伫尾后的时代，要爱有人用即种滚耍笑的是踢笑的态度来看信仰，然后讲一堆歪理吼。其实嘛毋是2000几年前的代志吼，搁较早其实嘛存在。当然现在搁较济啦吼，特别是咱即摆讲人权高涨的时代，搁网络这个错误信息会通真简单就得到这个时代吼。咱要来想讲，搁较早是当时啦，是啥物人啦吼？其实伫圣经的内底吼，伫圣经内底作啥都有吼。咱用这个亚当来做例啦吼。伊违反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甲伊讲吼，你着园内的物件拢会当食，干那迄个袂当食吼。当上帝来找伊的时阵吼，伊却甲上帝讲吼。是你所想说，互我即个妇人人，将迄个果子互我，我着食吼。上帝着去找夏娃咧吼，夏娃着却安尼讲迄尾蛇引诱的毋是我啦吼，所以我着食。这是创世纪第3章，咱会当去参考伫第60到21节即个中间。所以呢，咱着用滚耍笑咧讲着一寡人吼，你若甲伊讲话的时阵，伊着足爱找理由啦吼，足爱甲你辩啦，足爱杀责任。咱讲遮个人是安怎亚当的后裔啦吼。咱去看到即种的人格，佮传甲伊的囝该隐杀亚伯的代志。当上帝听到亚伯的冤屈的时阵，来找该隐，该隐安怎回答？我哪知？我也毋是过去，我是小弟的人吼。这是伫创世纪第4章第9节啦吼。咱看即对爸仔囝，因完全看轻上帝，甲上帝的旨意。伫迄用不但无即种反省的心因对上帝的态度是迄种安尼足咱中文叫吊儿郎当啦吼，足无正经的用滚耍笑的方法，讲你咧甲上帝开玩笑啦吼。伫昨昏的信息的内底，咱已经摕到讲亚伦甲以色列人因做金牛偶像的记载。咱要先来看这个亚伦的角色啦吼。伊是上帝所竞选来做摩西的助手的人，是要将来要做祭司家族的一个始祖的人。但是当上帝收起伊做金牛的时阵，伊却安尼来回答伊的小弟摩西，伊讲：我的主吼，你无得受气啦，是遮个百姓吼怪异做歹，是你所知的啦吼。因对我讲，你甲阮装一个上帝吼，通行伫阮的头前，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对埃及地出来迄个人，阮毋知伊拄着啥物啦。我对因讲，既然有金的，就拔起来。因将金互我着ฮ็伫火炉内底。咱水听后壁迄句吼，即只牛就出来。
以色列人有问题，这咱是无怀疑啦，亲像阿伦所讲的，因伫埃及住430冬，有深深受到歹的影响，错误的神明的敬拜。但是可能阿伦嘛是安尼受影响，但是伊是上帝所甲伊竞选来做摩西的助手，做上帝的奴仆。伊上届至少会通拒绝，也是讲无恁先等者，等摩西转来。但是经文甲咱讲，伊并无安尼来回答，伊真习惯的、真自然的、真直接，就吩咐以色列人开始收这黄金顶这贵重的金属，互伊来做即只金牛。伊的阿当式的回答，伊安尼讲，这百姓决起做歹是你所知的，所以毋是伊的问题啦，吼。伊讲是因对我讲的，毋是我要做的啊，吼。伊讲我着叫因甲金互我啦，所以因着交互我啦。过来咧，我着将金吼，迄伫迄路内底吼，即只牛我着出来啊，嘛毋是伊做的啊。所以安怎毋对，拢毋是伊的毋对，安尼就对啦吼。这是真正吼，是非不明啦吼。伊摕家己的小弟摩西甲竞选伊做奴仆的上帝咧滚算笑，伊即种的讲法是完全无负责任。伊袂记上帝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上帝，安尼讲无有即种中间地带，无灰色地带啦吼。时常听着现代人用的方法讲吼，圣经内底也无讲啦吼。耶稣也无讲啦，所以无讲就会使安尼啦吼。即种的话来看的时阵吼，若安尼，这个世界做所谓的毋对的代志一定足少的，吼，因为拢无讲嘛吼。这是真正无真理吼。持即种信仰态度的人，就算伊是加拿大基督徒，就算伊有偌悬的神学的学历，就算伊有偌高尚的职业。就算伊领导介济人，亲像阿伦共款，伊到落尾嘛，只有会通去面对上帝的指责甲刑罚。我想这是咱现代基督徒应该足细腻的所在。咱爱真细腻，咱的标准也是要用上帝的标准。咱是愿意承担错误，亲像摩西共款。或者是要做阿当的子孙，咱千万毋通用即种看轻滚装笑的态度来面对上帝，得爱认真啦。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12号。那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7篇，出埃及记32章，我们要从15节看到35节。那犹大书17节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嘲弄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以前牧师在高中的时候，牧师读的是基督教学校，那在吃午饭的时候，谢饭之后呢，猛然发现那个便当不见了那也遇到一些人，面对基督徒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扇你一个耳光然后看到你生气的时候就很高兴就说：“圣经说你要转过来再让我打一下又有人这样说，他们是台语的说法了他说上帝呢赐给我吃，赐给我穿，或是赐给我用的那赐给我欠钱不用还这是台语的顺口溜啦。伊讲上帝赐我食，赐我穿啦赐我欠钱唔免还啦这样的情形在犹大书里面其实早就有预言了，这是2000年就预言了。他说，在末后的世代里面呢，有些人用戏弄、嘲弄、嘲讽的态度在看信仰。然后说了一堆歪理，是没有真理的基础了那其实不是只有在2000年犹大书这样子的提醒那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存在了。
当然现在是更多了，因为现在是人权高涨，而且网络那么方便，那错误的讯息可以随便传哈，也很容易就得到了哈。那更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圣经，其实是最早啊，要讲到亚当了哈。我们看到亚当得罪上帝的事情，上帝告诉他，伊甸园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吃，就是那个不能吃啊。然后他们得罪了，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吃了之后，上帝就问他为什么啊？然后他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拿给我吃，我就吃了。”那上帝就问夏娃啦，夏娃就说：“那是那个蛇引诱我的，所以我就吃了。”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3章6到21节了哈。我们就会戏称那一些爱辩论呐，爱跟人家讨价还价、爱推卸责任的人说，我们都说这些是亚当的后裔了啊。那我们又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呢，又传到亚当的儿子。我们看到该隐杀了这个亚伯他的弟弟哈。当亚伯的冤情被上帝知道之后，上帝来找这个该隐，他怎么回答上帝？我怎么知道？我岂是看顾我这个看守我兄弟的人呢？在创世纪第4章哈，这对父子完全看清上帝跟上帝的旨意，对于自己的所做的错误完全没有反省之心。那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跟上帝开玩笑的哈。我们在昨天的信息里面呢，有分享到亚伦跟以色列人造了金牛偶像的记载。我们要先厘清一下亚伦的身份了哈，他是上帝所挑选作为仆人，作为他的弟弟摩西的助手，是将来要成为祭司家族的始祖的人。但是当上帝很生气，他造金牛的时候摩西问了他，他就这样回答，他说：“请不要生我的气。你知道这些人决心作恶，他们对我说，我们不晓得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遇到了什么事，所以请替我们造个神明来带领我们。我要他们把金饰带来给我，那些有金饰的人就摘下来他们所有的，交给我。我把金饰丢在火中，这牛就出来了。”我们听这句话，这牛就出来了。以色列人有问题，我们不必怀疑了哈，因为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那受了非常大的影响，学会了拜偶像。那或许亚伦也是受这样的影响，因为他也在那边住很久。但是上帝挑选他成为奴仆，那他至少可以拒绝吧，或是跟他们稍微推一下说让我们等摩西再来决定吧啊。可是经文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这样子做，他非常习惯性的、很自然的、很直截了当的，就吩咐以色列人收集黄金等贵金属，让他开始来铸造金牛。这个亚伦的亚当式的回答是在下面哈，我把它分成4个点。第一个，他说你知道这些人决心作恶，所以不是他的错。他说是他们对我说的，也不是他的错。然后他们那些有金饰的人就摘下来说他们所有的，然后就交给我也不是他的错。最妙的是后面这一句，他说我就把金饰呢丢在火中，这牛就出来了，自己出来的也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再怎么错都不是我的错啊，这是亚伦的话了啊。是非真是不明啊，他真的是拿自己的弟弟摩西跟拣选他为仆人的上帝开玩笑。他以为这样的说法他就可以完全没有责任了。
他忘记了上帝是一位是非分明的上帝，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听到最多现代人常使用的一种说法是，圣经又没有说不可以，或是有人说，耶稣又没说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错事一定很少，因为只有十条诫命嘛，哈。这样的说法真的是没有真理呀。持这种信仰态度的人，即便是好几代的基督徒，即便是有非常高的这个神学的学历，有非常高尚的职业，他的地位是领导许多人，像亚伦一样，他们到头来也只能面对上帝的指责跟惩罚。我想这个是我们现代基督徒应当要非常小心当心的事情，小心我们的是用自己的标准还是上帝？我们是愿意自我承担，如同摩西他愿意承担以色列人的错一样，还是我们宁愿当亚当的子孙？千万不要以戏谑嘲弄的态度来面对上帝，我们必须要当真。